2025年大阪世界博覽會正式開幕，主題為構建未來社會，想像明日生活。購票嘅方法，想去參觀嘅朋友記得提前登入官方網站購票，揀好入場日期同埋閘口。參加場館抽籤有3次機會，如果抽唔中，可以考慮現場排隊或者用手機 App 查找即時空缺。交通方式，東門同西門係主要入口，東閘喺夢洲站，從大阪市區搭 Metro 中央線約30分鐘抵達，非常方便。必打卡位，全球最大木建築大屋根係今年嘅重點，設計靈感嚟自古廟，長1.2公里，高12公尺，唔單止連接展區，仲可以俯瞰整個世博場地，必去打卡。4大人氣展館，高達館、中國館、日本館、Pasona、Natureverse 館都係必去嘅，大家千祈唔好錯過。